注意啊！各位同学请坐下。今年各位跟老师各位助理、领导、副领导、组长讲师，咱在座各位全省大头，大家早安。祝你早安。非常的欢喜吼，今仔日呢会当再度呢伫咱中原的圣堂，大家会当再共聚一堂，而且用参献礼，这或者呢，大家有安尼这个欢喜。那当然呢，今仔日呢，有这个事情的因缘，拢是咱天恩所得。咱师尊师宝两位道拜日的大吉良因，加上了咱道前人五代奇星，以及咱二手大道仙咱前人，以及咱周前人的因会，加上咱各位检验师的慈悲，今仔日呢到这个事情的因缘，大家搁再度呢来共结善缘。那即次呢，希望着咱检验师咱前年检验师资金呢对外施因，互咱呢有即个机会，而且来做一个学习。因为或许呢在所发现，那么对有了着即个真理天道来贡献，会使讲是所体会。会使讲是非常的少，只是咱讲道伊的殊胜可贵，而且是咱人生所要去追求伊的重点。所以讲，这个道呢，这个道敢好？道好啦吼。当然道若无好咧，咱各位前人可能今仔日嘛无伫遮啦吼。尤其是讲今仔日天气搁遮凉快，那么大家排除了着即种的困难，那么来参与了着即个盛会，那毋是道的可贵殊胜，以及咱各位前人有了着即个因机所得因缘，其实会当真正的进入了着即个道场，并毋是遐简单的代志。各位前人，敢是安尼？所以讲呢，伫咱呾求道的时阵，咱讲师有甲咱讲，咱一定要富有了着佛言、因机甲助力。那么呢，咱个人的因机，大家会使讲是非常的好啦，所以讲呢，会当得了着即个道了后，会当真正。参与了着即个道场，那么洗手讲饭，来体悟了着即个道，并且呢，对了着即个道呢，会当更加肯定，那么会当讲坚持到底，全力以赴。这就是道伊的殊胜，就是讲伫咱人生当中，唯有道才是一种的归属。若无伫世间来讲起呢，一切拢总是一种的关键。所以讲呢，之所安尼呢，惠提诸佛菩萨，千里方便师，万里游头观，就是拢咧找找了着天下大名师，来得到了回天之路。所以讲呢，伫咱的人生当中，较早讲过。伫世间，佫是大富大贵，佫是才高发达，甚至做到王侯将相，到最终呢，拢总是落于了着福。那么人生呢，也是一条的路。所以讲呢，对治诸菩萨伊示现互咱看，亲像咱释迦牟尼佛
观世音菩萨、有顺治皇帝、天官皇帝，那么身为了着帝王的身份，为什么伊甘愿毅然决然对王位挑战？那当然，这就是有了大智慧，会当真正去体会到了着人生真假是虚。所以讲呢，伊选择了着走做了着一个大道，那么呢，也就是咱万事万物，那么伊的因缘之处。那么唯有就是讲，咱会当找着回天之路，找着咱的根，找着咱的厝，咱未来伫人生圆满了后，当然，咱的命归何处？来讲，生者将何来？死者将何去？所讲的就是咱一点零啊，无以前人咱是安尼，所以讲的万般过不去，唯有要随心嘛吼。所以讲的，咱大家伫现在过去诸个菩萨，再到咱现在，再到未来，唯有要当真正根本还原，唯有就是伊一定爱找着道。因为道那是咱回家的路，那是咱真正最终的，那么呢会当回到正去到咱的根源的，伊这个所在，然后回到原点，回到那个原点。那么你回到那个这个原点，你爱知影这点的来处，然后往着这个来处，会当去甲伊前进。所以呢，咱一定要透过了解这个修行法道。那当然呢，咱真人慈悲无或许呢，这个主题尊道对弈，那当然尊道对弈，咱要安怎了解了解道的尊贵，那么呢，那么伊的这个变了解着道义，伊的这个尊贵。然后呢，来做一个下手。自然而然呢，伫咱的人生当中呢，咱就法度达到了这个完工。所以讲呢，以这个尊道来讲呢，尊重了伊的体。那么呢，这就是讲，在宇宙未有天地以前，先伫机体，那么就是这个元素。一个的这个起源，有了解这个元素。那伫这个所在呢，老子体悟了着宇宙会当形成万事万物，山川大海浩瀚车道，那么有了着伊的来处，咱各位前面代表，伫世间所有的物件，咱是拢有了着伊的来处，敢有？所以咱今仔日呢。有对过来，对高雄来，对台北来，对台中来，对每一个乡镇来，下晡敢爱等你来。所以讲呢，咱一只来的所在，就是咱的来处。下晡咱爱回归倒转去，爱回归倒转去。所以讲呢，伫迄个清净经呢，咱讲大道普贤，生育天地。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法；大道无形，永永万物。无不知其人，永命法道。未有天地，道先入其体；亦有天地，道人讲其用。所以讲起呢，伫这所在是咱老子用命来讲是道，伊本来嘛毋是道。咱今仔咱生出来敢有命？无，咱来用命。咱所看的物件，只拢有一个名称，是因为了有这个形了后，然后人甲伊用名，讲这是一个培养，这是一个感觉，这是一个技能。那么伊原始的无有，然后甲伊用名，那么咱的道呢，同款。那么咱老子呢，伊体会了着这个道。体会了就这个元素，用名法道，那当然呢，这种无形无相，那么呢的物件，咱要去体会，敢有遮简单？敢有？无啦所以讲呢，老子呢，伊才甲伊
那么拄在这个经典上遗留，有了伫这个情形中，互咱后世人会当依着这个文字，借着文字，那么来体会了解这个道，虽然看袂到，但是道咱体会得，咱体会会啦虽然看袂到，但是咱有法度体会了着伊的存在，所以咱大家呢，敢有法度来坚持啦。若互咱看袂到，佮体会袂到，咱敢会坚持？咱敢会坚持去行这条路？所以讲呢，咱就是讲，一个到了后，经过了着，那么呢，学习体会。慢慢的来了解了着道义的存在，以自发会当了解了着伊的可贵，嘛，互咱了解了着道义的伊的这个伟大，伊的这个尊贵。所以讲呢，就不断的爱透过了解这个事，咱若法度去甲伊体会啦。无咱讲得着道，咱若无感觉讲我去求着道了后，身躯加啥物物件嘛？敢有？无啦但是慢慢体会，咱自然而然咱就会感觉讲哎呀有影，我的自身内底有了解迄点点，人到无定嘛那么迄点点是来自于了解上天，所以咱来讲天地之理性，xuất行之理道。互咱了解，有了解这个天，有了解着这个道，甲有了解了着这个这个人性，所以讲尊道，尊重了着伊的那无有了着这个道的尊贵，那么呢，咱就使讲无法度通生化，所以道呢，就是生化万物之本，一切你看会得袂到的物件，拢总是由道来生化的。所以讲起来呢，咱会当慢慢去甲伊体会了后，真义呢，咱会当真正来找到转来，然后再来实践。那么实践就是讲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呢，就拢尊重了着伊的用，尊重了着伊的用，咱来甲修。上帝互咱这点明了后，互咱这点明了后。若无了着伊的德，甲咱涵养，那么咱才有法度形成了着一个人，敢有？所以讲，咱人是天生地养，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来讲起来，天既然生咱，当然伊爱请咱，爱养咱。那么对一个囡仔还袂有体的时阵咧，开始甲伊形成了着一个囡仔。那么伫这段的过程，也就是讲上天呢，伊伫这个所在来甲咱生活，这嘛就是讲一点。那么呢，讲起来，伫咱人了后，互咱人去点明了后，赋予咱啥物？赋予咱光明。那么也就是咱所讲的是五常之别。因为你认清一个人，一定爱富有五常之别。咱会当贪心为了人所以讲咧，伫这所在，咱也来甲想，一个人到伫这个世间的当中，咱会当真正来甲伊流露了着伊这个业，那么咧会使讲万事万法，上天付出互咱的光明，咱会当来保守，伫伊用的时阵，咱会当真正来伊流露，自然的流露，那么咧这就是。所以讲呢，咱讲，伫咱上天呢，会使讲是非常的慈悲啦所以讲呢，无困不生，水无源不流，万物无定不有。当然呢，咱甲看，一张树仔，伊会当来布个生根发芽，伫这所在，伊太会当用咱，咱到看着啥？无嘛无看着啥，但是为什么伊有法度自然的成长？这就是上天赋予了的所谓的生命力，敢是安尼？
哦，所以讲咧，伫咧生命里，咱虽然看咧，这有伊是存在的，哦，伊是存在。那么水无源，那个水无源，伊就不管。哦，水若无源头，像咱进那个落雨的时阵，咱水沟啊有水，雨若停，水沟咱搁会有水，咱搁会有无啦吼。所以讲咧，水无源，就是讲咱爱有水土。那么这个水土最重要的这个水，然后伊才会源源不断供应互咱食。哦，那因为印度来讲咧，嘛听伊讲，哦，嘛真久无落雨啦，吼，水土嘛咧差，哦，但是这两天咧，那么哦，这个天气的变化，伊台北咧落真侪雨，所以讲咧，伊的水土跟有水，哦，水土跟有水。咱台南遮呢，可能伊水量还不够，哦，所以讲呢，若无有了着源，伊会断在，哦。那么呢，搁再来万物有因不足，因，那么就是讲伊生命的因源，伊伫即张树啊，伊的根，若无根，当然无法度呢，通真正安那呢，通生存。那么咱就讲咱人敢有根，人看会见即个身躯的根，敢有？即个根对不对？那即个根就是变好嘛，哦，所以讲咧，必先后为先，哦，所以讲上天即个是大人生咱即个身躯了后，敢爱自然养来，无变大人嘛吼。所以讲咧，有时大人生咱这个身躯了后咧，当然咧，伊一定爱3年补课，10年教育，哦，那么咧，会使讲含辛茹苦，哦，从安尼生落来了后，从未生落来，有生的时阵，就开始安那咧，哦，这个妈妈咧，就开始受到怀孕，哦，迄种的不方便，哦。甲伊长大成人所付出的艰苦，敢有济？有啦吼。所以讲咧，人讲必后，即个必先后为先，敬重时大人就是亲像敬重了平安的。那么咧，共款对时大人的尊重，咱来个往上去来推，因为咱的时大人，有咱的祖先，有咱的祖，而咱的祖先，哦，那么咧个往上去推。那个来自了着天，来自了着道，哦，这就是因缘嘛。所以讲咧，人讲食果子拜树头，食米饭咧见菜头啦，哦。那当然咧，过去咧有一个即个农夫就是带伫即个庄骹啦吼，那么伊是种着，那么种着即个老农夫咧伊刻着一条的即个溪流的水。啊，就伊咧灌溉啦，产业咧灌溉饮水，拢是靠着即条即个溪流。那么有一天咧，即个老农夫伊就看着即个即个溪流咧，遐心叹就对啦，伊遐咧感叹。那么咧，因太太咧就甲伊讲老爷我看你安尼平平不动。你是有啥物心事啦？那么咧，这个老农夫甲伊讲太太，这条溪流咧，就是咱这个家庭内底，那么咱咧维持了着这个正常的这个这个溪流，所以讲咧，自过去到即仔已经过了一久，拢总是靠这条溪流，所以咧，伊对这个溪流咧。会使讲是非常的即个的即个啥呢？的即个重视。但是呢，伊唔知影即个溪流，知影感恩重视，但是伊唔知影溪流的来源啊。所以讲呢，伊就想讲安尼伊有一天呢，伊就要去找看即个水的来源，对来就对啦。所以讲呢，伊有了解即个生源，伊就开始。经过了着几工了后，伊拄仔下咧行，也经过几工，来到了着一个瀑布的所在，看着迄个水
一直去瀑布遐头，伊非常的欢喜啦。哦，伊就准备一寡鲜花，哦，甲即个水果，而且来咧拜啥呢？哦，来拜即个水源，哦，拜即个水源。那么伫即个所在，也就是咧感恩瀑布，安尼吼，我一世人哦所用灌溉的水拢总是由即个源头来，所以非常的感恩，这样来拜嘛。哦，这个是对伊的敬重。但是伫即个时阵呢，即个山神，甲伫即个水神，伊就感觉讲非常的好笑啦。哦，那么伫好笑的当中，毋久呢，即个农夫伊可是饮水思源的人，嘛会使讲非常的即个难得的。但是即个水神甲山神为虾米咧甲笑？因为伊是咧讲农夫，伊想讲即个瀑布就是水的来源，所以伊就是来拍。哦，但是即个水的来源是来自于了着天，敢是安尼？来自于了着道，即个是一个因缘嘛。但是当然都不如啥。哦，那么伫咱过去，咱还未求道的时阵，有可能咱嘛毋知咱的来自是来自于道啦。哦，所以讲咧，伫即个所在，互咱去了解，哦，咱讲咱食果子咧，也拜神。那么你今日去修行学道，无非就是咧寻根，寻根啊，嘛就是因为安尼，咱爱求道，哦，因为你无求道，你毋知咱的基于之前，咱自身的发源地是啥物所在。那么伫咱自身来讲咧，咱嘛毋知灵性伊出入的所在，所以讲伫这所在咧，毋知影了解这个形式，所以毋知影毋知影先从何来，顺从何去，哦，所以讲咧，咱一定爱去求道，会当追求了后，那么咱就当去家己求好，哦，会当去家己求好，那这就是这个。再来呢，讲为何去尊重了解这个道理当然呢，以后是或是已经讲过，那么咱为什么去尊重这个真正了解这个老农夫，伊看到这个瀑布，伊感觉讲这个水的来源，所以伊非常的敬重，就来拜拜。那么咱今日去共款，那么呢，为什么咱对道伊的重视？伊的感恩，所以讲呢，即个所以老师呢，甲咱讲，普遍天地之数，那么呢，这个道，就是普遍天地，伊普遍一切，咱讲过，只有天地道是人一体。那么这个道是老师来用的，无伊本来嘛无照讲是道。所以讲呢，这个所在，这个普遍天地之数。这个道呢，也就是伫这个天地以前，那么伊的存在，亦有天地多用功而用。所以讲咧，他有讲过就是讲，伫世间本来无，然后形成了一个体了后，才去来用名，才来号名。所以讲咧，道就是有名万物之宝。先化了着万事万物，甚至至细的微汉，至大的种种，拢总是道义的成分。所以讲起来呢，以这个宝来讲，伊有孕育，孕育万事万物的这个元素，也就有了着伊这个功能。所以讲起来呢，以这个道呢。来讲，
咱老师来讲，不明天地之事，有明万不之好。那么就是讲道，那么伊的这个关来，就是咧讲道伊的这个关来。那么就是讲伊道的存在，那么咧嘛讲到道伊的功用，互咱了解着了后，咱会感觉有了解这个天地的事实，会使讲是非常的这个尊贵。所以讲咧，伫这个道德经咧，伊赶快要甲咱讲伊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那么咧，道来讲咧，咱讲一阳光，那么太极初生一阳光，太极初生，太极初生。那么一个一生二咧。那么就是经过了着因修永还，那么呢，伫这个所在之际，转动，以三成了着啥呢？其他。